来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差不多大家应该拢会晓讲，也毋过伊的意思大家都无一定完全了解。咱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火。火就是物件倒起来时产生光热现象，咱讲导火。嘛当讲是用来发光的电器，像咱讲电火。啊，若是上气，咱讲火气火大；啊，若是无热情，无想要做，咱讲火花。另外，火气嘛当讲是汉语讲发炎，较会引起恶杂的症头。咱就讲火气大，就爱啉退火青草茶。另外，文音读做火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防火头，代表讲当咧上气，当咧心火刀，也搁有防火刀。第二个词火夫性，代表讲个性较冲动、较冲动，较袂着就会生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这个人就是火夫性，较会去得失到人。若是当咧防火头，就莫插伊，安尼就无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火，另外文音读做火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